市府观光旅游局为行销520爱情的浪漫活动，9号下午伫安平的游艇酒店举办活动宣传记者会，将对5月17到6月30，伫和乐广场要来装置超过10万粒的粉红泡泡的爱情下原池。伫行销的记者会中，有着市长黄伟哲、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，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甲观光产业代表。共同主持启动的仪式，场面热烈。请启动！哇，爱情许愿池。在这次的情人节，我们有个新的发想，就是在我们的和乐广场举办爱情许愿池。有了这个台南的和乐广场爱情许愿池，你再也不必去罗马的布拉格广场去那边许愿了。所以说，在5月17号开始到6月底，那这个爱情许愿池就是不是那么漂亮的这个许愿池，你可以来这个用扭蛋机来扭蛋，来这个投一定的钱，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红球。红球之后里面都有每个红球里面都有爱心，那但是里面有部分的有一些奖品，那总金额高达50万哦，那有1600个奖项。所以呢，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，各位好朋友，你要带给你的伴侣惊喜吗？你要带给你的伴侣爱心吗？所以欢迎来到和乐广场。活动期间，现场除了布置10万粒的粉红泡泡的下原池，提供民众甲着游客来翕相拍卡。另外，现场还佫设入幸福的扭蛋机，结合台南在地伴手礼，甲着旅宿观光业者提供的优惠券，总计奖项高达1600项。奖品价值超过50万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